继续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，民进党内有一份上新的民调，讲苏卡辉以43.7%小赢李四川的43.3%。讲苏卡辉伫三重埔甲泸州赢上多，飙到45.7%，赢李四川10%外。李四川是伫大文山地区破6成，赢苏卡辉30%。明年办活动的时候，这个支持者有够欢喜，想要做伙翕相。民进党立委苏卡辉连假头一天来到三峡清水祖师庙参加元宵活动。因为最近喝实在是太好喝了。要参选议员的嘛对调调，苏卡辉是家母带家仔囝，带另赢新北队。过年期间参香祈福，伊嘛有来到这一个月来2摆，就是要顾伫这的优势。依照民进党所做的上新的民调，苏卡辉以43.7%小可赢李四川的43.3%，其中苏卡辉较有优势的所在是三重埔甲泸州以及土城树林。其中三重埔甲泸州赢上侪超过李四川的10.7%，那李四川是伫大文山地区赢过苏卡辉超过30%，苏卡辉赢伫29到29岁，那李四川是50到59岁较有面。有这么多人愿意肯定我们非常的感谢。所以各项民调，我和我的团队都会认真参考。这完全就是一份与基层脱节、苏巧慧以及绿营刻意营造的组合拳。苏卡辉真接走基站，那李四川目前要被绑伫台北市政府，本来打算2月底就要辞职，不过目前也无进一步的消息。民众党方面，黄国昌最近继续咧推出伊的政见，28嘛要拼一江台北高雄，新北市长的选战哪力8拢有因的算盘，因为上新的民调公布了后，嘛好选战豆啊加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